主后2024年2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照上主的命令做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出来及记40章第1节到38节。上主吩咐摩西讲：正月初一，你着将会幕的布边搭起来，着将约柜下伫迄内面，用杖犁甲伊隔开，将摆献祭的饼的桌搬入去，甲桌顶的物件摆好势，嘛将灯台搬入去，甲灯点桌。着将烧香的金坛下伫约柜的头前，然后挂会幕入口的门篱，将烧化祭的祭坛下伫会幕的布边门口，将洗肠的盆下伫会幕甲祭坛的中间，内面兑水。圣所的四围着有埕的入口着挂门篱。你着用圣油抹会幕甲内面所有的器具，将会幕甲拢总的器具分别做圣，这个就拢诚做圣。搁抹烧化祭的祭坛甲伊拢总的器具，甲坛分别做圣，坛就诚做至圣。嘛着抹洗肠的盆甲盆座，甲因分别做圣。你着带阿伦甲伊的囝来会幕的入口，用水甲因洗。嘛着甲阿伦穿圣的礼服，甲伊抹油，互伊分别做圣，做祭司服侍我。搁带阿伦的囝来，甲因穿内袍，甲因抹油，亲像甲因老爸抹油共款，互因做祭司服侍我。因受我油，就世世代代永远得到祭司的职分。这个摩西拢照上主的吩咐做。第2年正月初一，会幕就搭起来。摩西搭会幕，下遐个座，徛遐个房，穿遐个番枴，踩遐个条。伊伫会幕的顶面嵌布边，伫布边的顶面搁嵌上顶的皮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搁将法板下伫约柜内面，甲棍藏伫约柜双边，甲挂嵌伫约柜顶面。将约柜入会幕，挂隔开的杖犁抓约柜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摩西将摆献祭的饼的桌搬入会幕，下伫布边的北边，伫杖犁外面。桌顶摆奉献予上主的饼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搁将灯台下伫会幕内，伫会幕的南边桌的对面，伫上主的面前点灯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搁将金的香坛下伫会幕内面杖犁的头前，伫迄顶面烧芳芳的香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伫会幕的布边的入口挂门篱，伫门篱的头前下烧化祭的顶面，伫迄顶面献烧化祭甲素祭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将洗肠的盆下伫会幕甲祭坛的中间，盆内兑水。摩西、阿伦甲伊遐个囝入会幕，也是瓦棍坛的时，先伫遐洗手、洗骹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最后，摩西伫会幕甲祭坛的周围设埕，伫埕的入口挂门篱，
安尼摩西就完成搭会幕的工作。迄时，云夜砍会幕，上主的阳光充满布边。摩西袂当入会幕，因为云停伫迄顶面，佮上主的阳光充满布边。云对会幕升悬的时，以色列人就出发向前行。云若停滞，因就无出发，听候到云升悬。日时，上主的云停伫会幕顶，暝时，云中有火。伫以色列全家规个行程，因拢有亲目看到。照上主的命令做。出埃及记第3章记载，上帝呼召摩西转来到埃及，甲伊的子民以色列人对埃及带出来。上帝伫施行10载之后，将伊互埃及人认捌伊才是真正的神。上帝透过摩西和阿伦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脱离做奴隶的生活，互因的性命从此无搁再共款。纵然伫路途中，以色列人有拄着困难甲挑战，总是上帝伫伊的圣山甲以色列人立约，啊因知影安怎遵行伊的旨意，继续甲伊维持守约的关系。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总结。40章第1到16节记载，上帝吩咐摩西搭圣幕，上顶伫西奈山彰显荣耀的上帝，搭愿意进入伊吩咐因去做的圣幕内。17节到33节，若像是一场圣殿启用仪式。摩西一再听叹上帝的吩咐做，这一切摩西拢照上主吩咐的话做。这句话不断重复出现。最后，摩西伫圣幕和这段四周菜围篱做埕，搁伫入口挂埕的门篱。安尼，伊完成一切的工作。40到38节。互人看到全新的开始，上帝真实甲人同住，也甲人同行，也继续赐福互甲伊同行的人。回顾整个出埃及的故事，以色列人好像一直无准备好势，一拄着困难就不断抱怨，甚至做出真侪互上帝和摩西恼怒的代志。因的性命好亲像还好停留伫埃及做奴隶的境况，亲像俗语讲的“烂涂顾袂牢墙仔壁”，到底要安怎？即个烂涂才会当顾牢伫墙仔壁咧？重点在伫着爱有好的烧谢工。咱看到。以色列人犯罪了后，摩西为因代求，上帝就煞伊的受气，回心转意，甲因同在，互因有缘会当跟对伊进入应允之地。伫本章结束的所在，作者若像暗示摩西的使命也已经完成。50节指出。摩西袂当入会幕，因为云停伫迄顶面，佮上主的阳光充满布边。即句话甲25章22节以及29章42节我要伫遐甲你相会，我要伫遐甲恁相会，甲你讲话有所不同。这有时原本摩西甲上帝面对面的工作。接落来是交互祭司去做。对着时间预煞，摩西离开世间了后，伫圣幕中侍奉上帝的工作就归予阿伦和伊的子孙。
摩西活转身落台，充满谦卑的智慧，照伊一生的信条行。这一切，摩西拢照上主所吩咐的做。摩西照上帝的吩咐完成圣务，互以色列人民会当甲上帝真实同行。当上帝吩咐摩西袂当进入圣幕，伊也照上主吩咐的话做，毫无怨言。像是摩西一生成就真侪美好的代志，总是伊知影，一切拢是照上帝的吩咐成就的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常常因为家己的成就无受重视，就大发怨言，却袂记得一切的成就拢是来自上帝奇妙的安排？我是毋是常常因为家己的成就无受重视，就大发怨言，却袂记得一切的成就拢是来自上帝奇妙的安排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带领我行出个人的埃及，就是逐种束缚甲捆绑，也互我真实体会你的同在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